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根据统计，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2500万的大关，死亡病例超过84万。其中疫情呢最严峻的还是美国。当然，反观我们台湾防疫成绩早已经是全球的模范，但是随着疫情何时升温，有没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谁都不敢保证，所以千万不能够轻忽哦。那我们今天除了认识新冠肺炎以外，也特别邀请第一线辛苦的护理人员，了解病患在这个负压隔离病房的照护，以及他们本身严密保护的医疗配备哦。那带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那在节目现场为大家要解密的是成大医院感染科病房赖佩瑜护理长，那有请护理长先跟观众问好。好，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感染科病房护理长赖佩瑜。好，欢迎护理长。你现在肩上的担子有没有觉得轻省一点？有哈。对，因为疫情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喘息的空间，对，所以我们有一个恢复到一个日常运作的一个步调上面。那我想在还没有介绍这个新冠肺炎之前，我想大家很难的能够了解，一般人也比较少接触哦，当然也不希望接触这个12A 病房哈。那所谓这个成大医院防疫战场核心，它这个所谓肩负的任务大概是怎么样？首先呢，我们从2003年在 SARS 之后，我们病房就被规划成一个31个房间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呢，我们采用一个超前部署的方式，我们很快的就承接了这个业务。对，我们主要是急诊病人来到我们的急诊室，如果他被怀疑是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疑似确诊的个案，我们会把他送来12A 病房。那护理师就会展开一系列的照护活动。是，我想待会提到这个负压，我们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哈。我想说进到这个感染科病房，就是很警戒，有很多无形的压力是吗？这个特别是你们经过 SARS， 然后 MERS 到等等疫情哦，那所以都在应战的状态。是，我们从2003年之后，在 SARS 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病房一直维持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会举办我们的防疫的演练。那这个演练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护理师们会有一些更替啊，会有一些新血的加入。那我们为了维持大家在防疫照护上面的能力，我们一年举办2次这样子的演练，包括了我们的动线管理，我们的防护衣的穿脱，我们重要的感染管制策略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做的一个功课。是，我想对这一群坚守防疫的医护天使需要跟病毒奋战，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些很大的鼓励哈。那目前国际上疫情还是非常严峻哦。那护理长依照你们的专业研判，这种病毒跟过去的冠状病毒有什么比较不一样？我们知道它既然叫做冠状病毒嘛，所以就是因为它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就是长了皇冠的样子。那这一支病毒，在我们的专业里面讲，它是长得跟2003年的 SARS， 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病毒。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疾病，我们过去没有这个照护的经验，不管在治疗或是照护上面，我们是一片的空白。所以这样子对我们护理人员在照顾的心情上面，当然是感觉压力非常的很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知道说这个病人这个病情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防护，怎么样的来治疗。那如果我们自己被传染，或是我们把这个病毒带回家带给我们的同事，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疾病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对，就完全无所知，然后觉得很惶恐的这种压力。是。但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走过这个疫情最紧张的时刻，那依照你们专业的了解，这种病毒的传染途径跟潜伏期，这个全球都已经有共识了吗？随着疫情的进展，很多的研究慢慢的有澄清了一些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传染途径
虽然说有一个中间宿主叫动物啊，哈，说是什么猴子啊，还是蝙蝠之类的，但是事实上，在我们人跟人中间的传染，还是以一个近距离的在密切接触，那没有适当的防护下，这样是传染的比较容易的。那靠着我们的讲话啦、咳嗽啦，或是说一些甚至是没有症状的状态下，我们都有可能都被这个病毒的传染。还有所谓一个什么气溶胶传播，这个也算吗？对，我们就说这个气溶胶到底怎么传播呢？我们的空气的悬浮，在我们的专业里面有分为很多种的形式。那气溶胶就是它可以在空气里面漂浮，大概3公尺、4公尺以上，才慢慢的会落下来。那一般来我们以前常见的叫做肺结核，肺结核也是一种它是一种空气的传播。那么它是在1公尺它就会慢慢的掉在我们的就是比较密闭的状况下就会。但是我们气溶胶可以飞比较远。所以这样的安全范围，我们的社交距离，我们刚开始其实在国际间我们讲的是2公尺，对。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知道说它可能不一定全然是气溶胶，可能有一个小部分的范围的缩减，那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在1.5公尺左右的这个社交距离，那这个病毒呢就可能会落下来，在空气中的量会比较少。OK， 对。那虽然现在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不会发病哈，但就是我们觉得他免疫力比较高，但是一般确诊的个案，他最特别就是所谓有嗅觉啊跟这个味觉丧失哈，这部分可能请护理长再详细跟我们说明一下症状。我们的照护经验就是前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的一个病毒，所以它主要的症状会发生在我们的呼吸道为主，那会有咳嗽啊、呼吸喘啊、发烧啊这些感染的症状。可是我们知道，就是随着疾病进展，病例越来越多。刚开始大家主要的症状可能是呼吸道症状，后来我们有1-2个病例，其实在我们的照顾的经验，我们很早就有一个病例，他有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奇怪，为什么我都闻不到？他就发现这件事，跟我们通报。那同时在那个时候，国际间也有相关的案例，所以我们这个嗅觉的问题也是很早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就已经被看到了。那嗅觉的问题是不是能够被复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冠状病毒呢，它侵犯的位置是很多，从我们的脑啊、心啊、肾啊、肺啊，这些全身器官都会被侵犯。那在脑部造成的影响呢，目前也还是在研究中间。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嗅觉异常的这个病例呢，他现在还在门诊追踪，那都给他定时的找我们的核医来追踪他脑部的变化，这样是。那我想这个新冠肺炎这么严重没有特效药还是可以康复不管是要提醒大概哪一些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那一旦这个沦为重症就比较危险。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所知的老年人啊、肥胖啊，或是他本身是洗肾个案，就是说他本身有一些潜在的过去的老年的疾病，或是一些常常出入医院的一些比如说安养中心的老人，或是说他免疫力低下的病人，这些病人都是比较容易的高风险族群。是。那会长，像一般的老人，他如果是罹患这个比较重症的这个流行性感冒一样，这个看起来是差不多，对不对？一般来说，我们说实话很难分辨。那我们主要就是要鉴别诊断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秋冬来的时候会是另外一个疫情的考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支冠状病毒，它主要是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的流感也是类似的，我们的流感啊、肺炎链球菌都是类似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主要就是靠诊断。那目前我们的诊断主要是要使用我们的核酸检验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般现在大家在一直讨论的就是筛检，用鼻咽筛检的方式来做一个鉴别的诊断。那除了老人是这个高风险族群，那像小孩他不算是吗？就是在我们这一段疫情的中间，我们有看到一些报道，就是小孩也是其中的一个高风险。那小孩会被传染的话，主要大概应该都是靠着我们照护的爸爸妈妈啦，或是医疗人员所传染的。好，那我想，万一这个筛检是阳性目前我们整个防疫政策就是被隔离在医院的这个负压病房里面治疗。所以来谈一下这个负压病房跟一般的病房有什么不一样？对，在我们的这个照护的这一段期间呢，很多家属他们会
想要进来看他们的家属，就是我也想要获得家属的照顾。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探病是一个。那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来探病？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负压病房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靠着病房的内外前室病室的内外压力差来造成一个负压，所以事实上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它也并不可怕。那这就是一个压力差。然后让我们的病毒从高压的地方流到低压的地方，然后抽到我们楼上的一个高效率网，然后排到空气中去。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负压的主要一个重要的原理。那刚刚这个会长提到一个所谓前室特别什么样的功能？前室呢，就是我们护理人员在进去这个房间的时候，打开了病室的门，我们走进去这个位置叫做前室。那一般来说，我们具有前室的负压隔离病房，就是所谓的标准负压隔离病房，就是最好的设备。那我们的护理师可以在这边着装就是使用安全的防护具，就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我们可以有穿全连身型的防护衣，白色的一整套，我们俗话又称它为兔宝宝装。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更换一些手套啊、口罩啊、脚套这一类的东西。对，那它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就是我们进到这一个位置之后，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备战的状态，就是待会我们进去病房里面，我们就是要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小心。所以这个负压隔离病房跟一般的这个病房的规划设备上，应该是很多不同。可以看得到这个负压的装置吗？可以，我们病人在住院的时候进到我们的隔离病房里面，因为病人也是会惊慌嘛，他们也会害怕，刚被诊断自己也不确定感很严重。那这时候呢，进去我们的护理师就会跟他介绍相关的配备。那我们主要的抽风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负压要排出去负压要把病毒排出去我们的病室外面嘛，所以一定会有一个送风口，有一个出风口。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房间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会介绍给病人。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装置？然后因为我们的负压病房从2003年就开始一直在规划，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眼镜，就是眼镜就是进步的越来越，我们希望它可以人性化。那这人性化跟隔离通常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怎么样达到这个呢？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病人住在里面比较像家的感觉。好，所以我们的影片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房间呢，单人病室，然后我们有一个小的冰箱。好，然后我们有电视，有一个很好的卫浴设备，让病人住在里面，隔离的过程中不至于觉得说我好像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感觉。是，对。因为像提到这负压隔离病房，家人跟朋友是不可以探视跟陪伴，应该是很孤单，所以你们强调所谓一人一室不孤单这样。对，我们就是护理师在照顾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除了我们会病人的3餐我们都要准备嘛，这是一定的。那3餐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家属跟病人讨论说，有没有特别想要准备什么吃的啦，喜欢吃的东西或是零食都可以。这么贴心。对，我们还会像有时候我们下午会吃下午茶，我们就会请问一下病人说，有没有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鸡排啊，或是我们的地瓜球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帮他们准备。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隔离的过程中，我们的护理师，我们有专属的护理师，比如说这个 A 病人，那我们有一个专属护理师，他就负责关心每一天我们从我们的那个监视器上面看病人，跟病人沟通，好，我们看病人的反应，跟他讲话，然后分享他的心情，对，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病人被隔离的期间，我希望我们的护理师可以让病人也感觉到有人的温度。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因为毕竟这个隔离期间是非常久，可能12天到60几天都有啊。对，那就会想对这个病患的一个感受非常重要。那当然，既然这个家人跟朋友都不能来医院，那住在我们这个病房，怎么跟外界做沟通？那一旦发烧或是病情有变化，你们第一时间如何掌控？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使用一些视讯通讯的设备，比如说我们在房间里面，我们有免费的 WiFi 可以使用。对，这个我们跟病人讲说，我们可以使用 WiFi， 可以打电话。我们病房里面也有室内电话。那我们会告诉病人，我们24小时有使用监看器。
就会告诉病人说，我们的监看器的目的不在于窥探隐私，我们是在观察你有任何的变化，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做处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连线的生理监视器，就是病人的血压啊、心跳啊、呼吸啊，我们在我们的护理站的中央萤幕马上就可以知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的病人在住院的期间可以获得一个很安全的照护。那即使是可能在这个病患他来讲可能确诊但是他可能没有所谓的这个明显的一个症状，那会不会在情绪上会很大的反弹吗？确实我们在我们的病人身上也看到了这一些就是所谓的情绪上面的不确定或是不安心，或是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说我生活也很单纯啊，我不知道怎么被传染的。那么他们会一直反复纠结这一类的事情，或是说有一些像他们是从国外留学，那比如说英国啊、奥地利啊这些地方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回来的，那么他们自己本身是学生啊，或是一些商务人士，他们就会比较担心他们的课业怎么样可以继续进行，那他们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他在回来台湾的这一段期间，他们的家人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是他们会担心的。就无形中会把他这些情绪就加注在你们护理人员身上。对，所以有时候病人会有几个比较年轻的病人，他们会比较孩子气，那我们的护理师就是从专业的护理师就会变成像妈妈、像朋友这样子的引导他们这样子。对。而且你们如果每次要跟他沟通，还要透过这个对讲机，也很麻烦，也不能够亲自去安抚他们。对的，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有定时的打电话嘛，跟他沟通之外呢，如果我们发现病人情绪真的很不稳定。我们会马上着装，我们就马上穿上我们的防护衣，然后我们进去跟病人面对面做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能够面对面，主要就是基于一个护理师有好的配备，有好的训练，我们才能够让护理师进去做这些事情。对。好，我想就是提到，只要病人有这个照护的需求，你们医护人员就及时赶到。那你会使用哪一些的比较防护来保护自己，避免自己被传染？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护理人员的防护具会有一个全身型的防护衣，还有一个防水的隔离衣，然后基本配备嘛，就是有手套、有口罩、N95口罩，还有我们的法帽，还有我们的鞋套。这是一个基本配备。那如果遇到重症需要呼吸器使用的病人，我们会再额外增加一些高效率的防护具来保护我们的护理师跟医生。是这样子，算是所谓的2级防护吗？对，所以还有更严谨的一个。更严谨的就是在使用的我们病人病况不好，我们要紧急的给他插我们的气管内管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就是我们最高规的，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高效率的防护具这一套的设备。那如所谓是重症的患者的话，你们说要穿脱，然后要5到10分钟再进去，会不会觉得时间上会很紧迫？时间上就随时 stand by 这样。我们就是靠着很多的 monitor 来帮助我们监看里面的状态，还有我们的生理监视。我们的训练是这样子，希望我们可以及早的敏感于病人的变化，就是什么动作都提前部署。就是我们看病人呼吸比较喘，他的血氧比较不好。我们会跟医生讨论，我们会讨论，然后决定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都希望早一步做。早一步做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就是我们可以有时间充裕的来防护自己。那病人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让他得到一个最好的治疗。那据我了解，其实不是每个人在疫情发生时都愿意，或者说可以来这个感染病房做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平常大概需要接受过什么样特别的训练？像刚刚有提到一些相关的演练嘛。我们1年有2次的演练嘛，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动线规划，我们有维持我们的病房里面的一些设备，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启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也非常的感谢医院愿意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援。那我们的训练就是包括了平时的有课室的教育。然后有实际上面的穿脱防护的一些测试，这些都是我们1年2次要做的。每一位护理师进到12A 病房，每1年都要接受这样子的训练。那刚刚讲过，到底我们的护理师在
愿不愿意呢？他们的意愿是什么？对。那在我们病房里面，在这个疫情中间，我可以看到我们的护理师，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所以在这个疫情中间，他们非常的合作，那也愿意投身在这种传染病的照护。那有时候会面对一些家里面的人。会担心，他们不是不谅解，就是他们担心嘛。毕竟我们也是人家的孩子，也是人家的爱人，也人家的妈妈啊，所以家人会担心。那这样的部分呢，通常会在护理师的照顾方面的意愿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不过多数的护理师他们都能够正向的跟家人说明这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我们不会强迫我们的护理师做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他没有这个意愿，我们也会让他转换到其他的病房去。那当然，在其他的病房也有一些护理师很想要参与，对，所以这些都是护理部会帮我们做一个人力上面的统筹安排。就是要多一份这个使命感，才能到12A 的感染病房。是。那会长，我们针对比较无助的这个确诊个案，你们强调所谓这个安全住院暖心的照护这个总体来讲，大概会提供哪一些的照护？我觉得重要的是病人住院一定要得到他该有的治疗，所以我们透过很多的比较视讯我们的生理监视器这一些硬体的设备，来帮助我们护理师、医生们进行及早的治疗，然后有好的负压设计，这是非常的重要，保护病人也保护工作人员。那护理师的常规性的训练，就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没有疫情，然后就松懈，然后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1月、12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那边有新的疫情产生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个常规的训练的时间，我们把它提前，赶快把它提前，然后进行一个强化。对，所以这个在我们过年1月21号的时候，我们病房收第一个病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些照护能够用在我们的最前线。是，那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大概符合哪些条件，他才可以出院？我们都是配合疾管局我们的要求，就是说要3采阴性才能够出院。是。那3采阴性，就是我们如果病人有一个阴性，我们隔1天、隔2天采一次，医生会判断需要，然后还有配合他住院的天数来做一个决定。那主要就是病人如果生命真相稳定，那就是等待这个筛检的结果。OK。那出院之后要特别注意什么？还是说他会担心还会再被感染？这个可能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问题。对，我们有几个病人出院之后，他们会担心他们的嗅味觉问题。对。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出院以后，我可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我可以回去学校上课嘛？这些东西就是，可是事实上，在他出院的时候，病人能够出院都是我们医生判断，然后呢，疾管局那边会发一个正式的解除隔离的文件过来，我们才能够让病人出院。那出院之后，我们还是建议他要注意自己的体温。那在家里面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减少外出啦。然后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来医院做回诊，那看看我们医生觉得意见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回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还是要固定在做回诊的动作。对，他们会来回诊的。是，对。那我想在防疫跟这个隔离期间政府透过这个电视的媒体很密集做卫教宣传，就想很多民众很难不注意到相关这个防疫的讯息那当中呢，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照顾，所以减少焦虑，甚至被预防再被传染，而请护理长灌输大家很正确的观念。我觉得不管是民众还是医疗人员都一样，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天天被我们的大众媒体喂养很多的，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讯息，就是说哪边又确诊了几个人，对，然后死亡人数怎么样节节上升，那这些事情对我们大众以及医疗人员来说，就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天天在听这个东西，对，你就没有时间思考哪一些讯息是我需要，哪一些讯息我不需要，所以我也是这样跟我们的护理师说，我们不需要天天去听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专业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就是会被
就是传染性的疾病，是一个比较未知的疾病，那么它的风险是一定存在的。那我们可以靠着一些跟朋友聊天，跟医生讨论，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是确诊啦，也不用过度的恐慌。那得到一些正确的讯息，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应对在这个疫情下面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刚刚讲过嘛，就是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很重要。我们可以运动，吃健康的东西，然后呢，不必要的外出。当然了，现在就是鼓励就是正常的戴口罩，那在维持一个社交距离里面，我们可以进行很多的活动。那像现在知道大家也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出去玩，这些都是政府很努力的防疫之下才能够达成的一个目的。那我觉得我们人民能够做的也就是戴口罩。避免不必要的接触，然后我们酒精洗手，这些都是可以再拿出来使用的，不要忘记了这些东西。这个社交距离，对。但我想走过这一波疫情的冲击啊，对于你们护理人员来讲非常辛苦，但是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动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我是病房的护理长嘛，那我们看护理师们在隔离病房里面工作，总有我们的感动。就是我们的感动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第一个病人来到病房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是一个凌晨嘛，那护理师开始准备接这个病人，那我可以感觉出护理师在当时的心情的一个波动，忐忑不安。对，我可以看出他们的紧张。对，那我在当下是希望说，我们的护理师可以平常心，拿出我们平时演练的实力，对，好好的穿脱。那我们在护理师进去负压隔离病房，我们都有一个8D系统，就是你进去绝对不是一个人，就是我们靠着监看器。监看器，然后我们还有对讲系统，就是我们知道护理师在里面做什么，他需要什么帮忙，他随时的可以求救，我们也随时可以指导他，所以让护理师们能够安心。所以一开始是有人在病房里面进驻就对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一个团队嘛，那是晚上，所以是一个大夜班。可是那时候我们的人员已经到位。那我们就会着装，护理师进去。我们护理站会有一个所谓的 leader，这个 leader 就是负责整体的场控，他会在监看器下看我们的护理师的动作、穿脱，这些都会被监控。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8D系统，就是我跟你是一个互相的，我们是一起的。对，你进去不孤单，病人不孤单，我们的护理师也不孤单。是，了解哦。那我当然，虽然现在是所谓这个后疫情时代，那个台湾也正透过3倍券在报复性的消费哦。不过这新冠肺炎在全球疫情还是很严峻，这民众还是得要遵守防疫的新生活，千万不能够轻忽，那持续努力守住我们这个所谓的防疫成果。那我们今天呢，除了替这个隔离病房来解密哦，同时也希望试着体会辛苦的医护人员他们所承受相关有形无形的压力哦。那今天非常感谢护理长的分享，祝护理长能够平安，祝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再会。